如果你啲牙黃用美白牙膏得唔得呢？咁你就要搞清楚係你棚牙黃定係有積啦。如果你棚牙係有積嘅，短期嚟講用美白牙膏係幫到少少手嘅，因為美白牙膏通常都會有啲磨砂成分咧係重手少少，令到你表面上嘅積咧係被擦走嘅。咁但係如果你棚牙係本質上嘅黃而冇積嘅話咧，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啦。我諗大部分坊間嘅美白牙膏都幫唔到你乜嘢手噶啦，因為就算裡面有過氧化物，即係 peroxide 嚟講咧，都未必能夠帶到俾你一啲美白效果嘅。因為漂白過程裡面最重要係咩啊？最重要就係時間。你諗下，如果你用家用嘅漂牙劑，可能要浸1-2個鐘頭，又或者係喺診所裡面做1個鐘頭嘅激光或者藍光漂牙，先至達到漂白效果。你刷牙刷3分鐘，又點會有特殊嘅效果呢？所以如果你棚牙係黃嘅話咧，都係問下醫生啦。